辣椒從南洋奇偉到藥食寶藏。明朝萬曆年間，商船來往廣州與南洋之間。有日，商人阿廣喺當地市集，發現咗一種鮮紅色嘅果實，當地人叫它做 chili。佢見呢種果實顏色鮮豔奪目，覺得非常新奇，於是買咗一啲，打算帶返去當作奇花異草嚟觀賞。於是呢種紅色果實就跟隨阿廣嘅商船漂洋過海，第一次踏足中國嘅土地。商船順利返到廣州，阿廣急不及待向朋友展示佢嘅收藏品。因為佢外形趣致，最初真係被廣東人種喺花園裏面當作觀賞植物，同其他名花異草平起平坐。最早記載辣椒嘅中文文獻係高廉嘅《草花譜》1591年，裏面就係叫佢做番椒，明確記錄咗佢係外來物種。後來辣椒傳到貧瘠嘅貴州、雲南山區，當地人決鹽，發現呢種番椒味道刺激，可以代替一部分食鹽來下飯，一場飲食革命就咁悄悄開始。以辣代鹽就係辣椒從觀賞植物變成食材嘅第一個真正理由。同時，中醫都發現咗佢嘅藥用價值。佢性熱，能溫中散寒，正好對付南方嘅濕冷同山區嘅寒氣。就係咁，番椒由一件異國玩物，慢慢深入民間，成為我哋餐桌上嘅美味，同藥櫃裏邊嘅良藥，真正喺中國落地生根。辣椒，清代屈大均。朱實炎炎影曉霞，辛香透骨性薑花。話辣椒紅到似朝霞，辛香入味，比薑仲要厲害。榮椒，清代陳夢雷。赤玉盤中載火珠，鹽方獨是味中殊。赤玉盤、火珠形容辣椒又紅又辣，味道獨特。今日我哋分享一道辣椒炒肉絲。材料：豬肉絲150克，鮮辣椒絲40克，蒜片15克，醬油30毫升，豬油20克。用醬油幫肉絲調好味，醃製一陣，跟住生起個炭火，準備炒菜。等隻鐵鍋燒熱，就落少少豬油。油熱之後，就落蒜片爆香，聞到蒜香就可以落肉絲，快速炒到轉色。肉絲半熟，就加入主角辣椒絲，一齊翻炒。沿住鍋邊淋少少水，增加鑊氣，等味道融合。炒到乾身入味，就可以上碟啦。功效：溫中開胃，驅散風寒。禁忌：容易生口瘡、胃熱或者有痔瘡嘅朋友就要注意少食啲啦。同學仔未完噶，繼續話你知。辣椒種類繁多，點樣分佢哋？等我哋從藥用角度嚟睇下。想知辣椒有幾辣？呢條辣度天梯話你知，由唔辣嘅綠色到最辣嘅紅色，一睇就明。頂級呢個紅色區域，辣度超過10萬，係死神、段雲椒呢啲極辣怪獸嘅地盤，千祈唔好亂試。落到嚟橙色區，辣度5萬到10萬，呢度有哈瓦那辣椒，辣味已經好強勁，係我哋藥用辣椒嘅上限。跟住落到嚟最重要嘅黃色區，尤其係呢個發緊光嘅黃金位置，我哋最常用嘅指天椒就喺呢度，藥用同食用都係首選。最底下嘅綠色區，辣度接近0，好似呢個甜椒，主要當菜食。
而幾千辣度嘅墨西哥辣椒就係日常調味好幫手。講完點分，等我哋睇睇點用。記住，入藥嘅番椒一定係呢啲曬乾咗嘅果實，佢先至係寶。呢啲就係藥用嘅番椒，佢係辣椒成熟後曬乾嘅果實，性辛熱，歸脾胃心經，唔好同新鮮辣椒搞亂咗。辣椒果實入藥最好係等到秋天，因為夏天採嘅辣椒雖然生猛，但藥力未足，而且火氣太旺，同佢驅寒嘅藥性有衝突。秋後採收嘅果實氣味渾厚，品質先係最好。辣椒葉最好喺夏、秋兩季辣椒生長茂盛嘅時候採集，要揀啲顏色翠綠、肥厚、冇病蟲害嘅嫩葉。佢性味辛甘溫和，冇果實咁燥烈。功效主要係活血消腫、解毒。通常外用，搗爛之後敷喺瘡癬或者皮膚腫痛嘅地方，好少會內服。辣椒葉都有可以食用㗎，不過好似呢啲觀賞用嘅辣椒，佢嘅葉可能含有毒素，千祈唔好亂摘亂食。一定要認清楚係食用品種，同埋煮之前一定要徹底洗乾淨。至於辣椒根，就要等到秋後辣椒植株枯萎嘅時候，先至挖佢嘅根部。挖出嚟之後，洗乾淨泥沙，曬乾備用。佢嘅性味同果實相似，都係辛溫。功效主要係活血、散瘀、驅風濕，多用於風濕痹痛、跌打損傷。最常見嘅用法就係浸藥酒，然後外擦患處，好少會直接內服。藥用同食用最大分別，藥用求其辣，辣椒素，專治寒症；食用求其香同味。切記：處理完辣椒，千祈唔好即刻接觸眼同口鼻。所以由根到葉，從形到性，只要用得其所，辣椒的確係一味寶藏藥材。現代藥理發現，辣椒嘅靈魂係辣椒素，佢好似一把雙刃劍，好處能刺激神經，釋放內啡肽，帶來快感，同時促進血液循環，加速新陳代謝。壞處會直接刺激腸胃黏膜，過量就會引致不適。辣椒雖然好，但食辣椒都要睇體質。如果有胃潰瘍、胃炎，食咗會雪上加霜。痔瘡患者食完可能會更嚴重。眼疾如紅眼病、乾眼症發作時都要戒口。而孕婦就最好淺嘗即止，聽從中醫師指示。記得服用任何中藥之前，最好先問過你中醫師。如果鍾意呢一期視頻，唔該一定要點讚、訂閱、開啟小鈴鐺，係留言區話俾我知，你仲想知邊一樣記中草藥故事。